后来即摆街仔闹区3、5卡步都开一间叶宝红仔店，但是讲为旧年开始，这个市草是愈来愈退。像这个台北的时代商圈，都会当看到这机台搬到空空的店面。台主讲，这个业绩是落2、3成。嘛有台主私底下来透露，本来赚1万，即摆剩500。专家嘛来分析，讲今年叶宝红仔店会愈关愈侪间。台湾近2年吹起夹娃娃机店风潮，许多夹娃娃机台进驻空的店面，但是你有发现吗？夹娃娃机在台湾已经逐渐退烧了，像是这间位于师大商圈的夹娃娃机店，里面已经人去楼空。来到时代上款至少有4间夹娃娃机的店，不过这机台比人客也较多。里面送的人并无多，这就很花钱吧？都是盗版的，或是不吸引，会降低。根据台北市商业处的统计，这对去年5月472间店，到11月514间，到今年2月518间，增加的速度慢落。潮州的机台伫时代上款的台主 Jerry， 伊就真感叹，讲业绩落2、3成。下滑大概2至3成，夹客越来越少，台主越来越多。夹娃娃机在前2年其实非常热，撑起了另外一波新的这个我们说蛋挞风。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有供过于求的现象，新鲜感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们认为还会有更大幅度的衰退。这个现象，那伫北部，这台中市机台总数对去年11月到即马有下降的趋势。那是台南咧，伊是持平，这娃娃机是愈来愈无时行，搁再安尼落去，台主恐惊都爱了钱卖掉啊。